清晨6点，街道似乎都还没苏醒，但这家祖传3代的客家板条店里，老板邱明章已经开始准备一整天的板条。一大勺米浆放进铁板，滚水加热，轻柔拨匀。等着白白胖胖的板条成型，只需1分钟。但问题是，多1秒、少1秒都不行。如果超过它就会像气球一样这样爆掉。蒸锅旁忙了一早的邱明章已经满身大汗，自己都说很辛苦，但如今还坐镇厨房里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老爸爸，就为邱家板条这块招牌。有历过新病毒啊，他太劳累了，然后就想一想把祖传事业接起来，这样子。民国20年就开始，20年就开始了，这么早，就艺术一样啊，蒸板条啊，就是没有掺什么东西，一直沿袭下来就这样。孝顺的邱明章就这样开始邱家板条的传承。一开始，老爸爸很不放心，就是不行啊，手忙脚乱，抓得不稳啊。爸爸有没有吃过儿子做的板条？对，有啊，他现在比我好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做得不错了。有心有爸爸的支持，邱明章学得快。邱家板条现在是爷俩和媳妇儿掌握一屋子的香气。没有，这就是大骨。大骨熬个3、4小时的高汤，在锅里不停翻腾出诱人香气。舀一瓢流泻至碗里，瞬间包覆了 Q 软白皙的板条。再放上清爽的里脊肉薄片，这一味让店里客人川流不息。低压片一样会上瘾，这样好不好？街坊见到镜头，更是大力推荐。细汉啊，拢伫遐食，食到今嘛我都80多岁。这口感80年没变，这香气已经传承3代。邱明章说，要让邱家板条这客家美味永远传下去。再来米直扑香气，搭配上邱家的好手艺，客家板条传承80年，出尝是经验，再一口，这坚持传统的好滋味酝酿成我的感动时刻。